釘釘新手指南如何設置辦公室考勤。考勤負責人可以直接在釘釘上以星期為維度，設置全員統一時間和地點上下班的辦公室考勤。設置完成後，員工就可以參與打卡。電腦端操作方式：從工作台進入考勤，打卡到考勤管理組，點擊新增考勤組，根據企業實際情況填寫考勤組名稱、考勤範圍管理員等信息。同時可對自管理員設置權限，選擇考勤類型中的固定班制，在班次管理中進行節制，可設置班次時間，如早9點到晚6點。根據企業實際情況選擇工作日時間，周1到周6。同時支持設置法定節假日、自動排休息日、打卡審批、添加特殊日期等。添加考勤打卡方式，如選擇地點打卡，添加考勤地址範圍即可。還可以選擇添加 WiFi 打卡或藍牙打卡3種方式，滿足一項即可完成考勤打卡。選擇或根據企業實際管理制度，可對加班規則進行設置與更改。點擊藍色更改，可選擇3種加班規則，並點擊編輯進行修改。也可點擊上方新增加班規則，根據需要自行加班規則設置。在其他設置中，可選擇拍照打卡及允許外勤打卡，並對外勤打卡進行設置。若防止誤操作誤打下班卡，可設置上班打卡後多獎時間內可打下班卡。全部設置完成後，點擊保存設置即可完成。手機端操作方式：在消息頁面中點擊打卡，選擇組織即可到考勤頁面，或者點擊工作台，點擊考勤，進入考勤頁面。右下角點擊設置，點擊新增考勤組、完善考勤人員及考勤組名稱。點擊考勤類型，選擇固定時間上下班，選擇考勤時間根據企業選擇班次。同時可開啟法定節假日自動調休，休息日打卡需審批，特殊日期打卡與不打卡設置等。點擊打卡方式，可選擇地點打卡、WiFi 打卡、藍牙與考勤機打卡等4種方式，可選擇任意一個打卡。點擊更多設置，可轉讓主管理員或添加子管理員，並對其設置權限。同時可開啟拍照打卡、外勤打卡等。若防止誤操作打下班卡，可設置上班多長時間內打下班卡。設置完成後點擊保存即可。